海涌银围郭，江横玉细腰。下午2点钟左右，杭州钱塘江出现大潮，萧山观潮城的潮水水位达到8米左右，涌高1米。根据介绍，涌高1.5米以上的观赏等级为5级，属于最佳观赏等级；1.2到1.5米的为4级。大潮抵达萧山观潮城和海宁盐关时，观赏等级分别为3级和4级。受天文、水量、淤泥以及风量等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这次潮水比预期的要低，但是仍然吸引了大量的游客。杭州萧山和海宁盐关2处的观潮人数都达到了30万人次。6号11点20分，钱塘江边人群涌动，刹那间，碧绿的潮头像一堵高大的水墙，呼啸着席卷而来，并发出雷鸣般的吼声，震耳欲聋。气势很大。潮水逐渐拉长变粗，就像一条水龙在江面上翻腾向前。6号12点45分，一线潮如约向盐关涌来。刚开始，一线潮就像一根线，吧，应该是。